大家都話今年嘅春晚舞台咧就俾機器人攻陷喎。羽樹嘅機器人同武術學校嘅細路哥同台打醉拳，跌倒啊仲可以自己爬翻起身。咁而重燃動力嘅仿生機器人咧，復刻蔡明嘅樣，連微表情同唇形都分毫不差。4家機器人企業霸屏黃金時段，硬生生將春晚變成咗科技秀場啦。咁有網友就講笑話啦，而家嘅春晚唔單止冇年味，連人味都冇啦。嗱，喺呢個熱鬧嘅背後，其實藏住中國人形機器人產業嘅大信號啦。邊個估到啊？舊年機器人扭秧歌咧，大家仲問哇行得穩唔穩㗎？今年啊就實現咗全球首次嘅高動態集群控制，技術進步快到令人驚歎啦！而春晚嘅流量魔力咧都立竿見影喎，開播2個鐘，京東上面機器人嘅搜索量咧就漲咗3倍啊！同款機器人幾分鐘就被搶空啦，就連63萬一台嘅高端機型咧，租賃嘅訂單啊都排到3月份啦。原本嘅工業產品一下子成為咗搶手嘅年貨啊！嗱，呢個背後就係中國機器人產業嘅底氣啦。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，中國佔咗近90%啊。而馬斯克都坦言啦，中國嘅實力係被低估咗啊。咁國家更加係將機器人同 AI 放喺 AI 加製造嘅核心啦，靠自動化對沖人口老齡化嘅壓力，呢個賽道啊已經企上咗風口啦。咁熱鬧歸熱鬧啦，我哋都睇到背後嘅問題。而家嘅機器人咧，運動能力係好犀利，但係大陸咧淨係得6歲細路哥嘅水平喎，智能決策咧就未跟上嘅，而供應鏈都未夠成熟。關鍵零部件嘅標準化咧都仲需要時間。咁業內就話啦，2026年咧將會係分水嶺，80%嘅企業咧可能會被洗牌，只有將場景、智能、供應鏈都搞得掂，先至可以行得長遠啦。但翻轉頭睇咧都幾感慨㗎。30年前蔡明喺春晚演機器人，全靠想像；30年後佢身邊就企住1比1復刻自己嘅仿生機器人啦。有人話咁樣少咗年味，但係我覺得機器人打醉拳，我哋台下包餃子，傳統與科技融合埋一齊，呢個先至係獨一份嘅新年味。咁樣嘅畫面真係好中國。